1年前，韓國發生咗一場震驚全球嘅空難，濟州航空7C2216凌晨機返到韓國準備降落之前，懷疑有雀鳥撞壞飛機引擎，緊急降落但係唔成功。復飛之後，連喺上空盤旋嘅時間都冇，即刻就要掉頭降落，最後剎唔到掣，衝咗出跑道，撞埋去石屎牆爆炸。全機得2個生還者，大家一早就知道雀鳥會威脅飛行安全，但係用嚟偵測雀鳥嘅雷達同探測器，呢座慕安機場都係冇嘅。飛機撞埋去嘅嗰幅牆入面，其實係降落導航設備，但係就唔係用易碎物料，而係用硬骨骨嘅石屎包住。本來前面仲有個緩衝系統，如果有飛機衝出跑道，可以好似豆腐咁棘住佢，阻止佢向前衝。但係嗰日咁啱維修，有人見到飛機第一次嘗試降落嗰陣，起落架係正常運作嘅，但係第二次降落嗰陣，起落架唔 work， 機肚直接掂地。原本可以升起或者伸縮嘅襟翼同埋減速板，似乎都冇幫到手減速。最離奇嘅係，對調查好有幫助嘅黑盒，出事前4分鐘，竟然可能係因為冇後備電而停止運作。韓國人去旅行嘅需求非常高，呢座地方機場成功爭取到喺年尾旅遊旺季大幅增加國際航班。濟州航空係廉航，出名平。不過有報道話，呢班機喺出事前48個鐘，竟然飛咗13次，去咗8個唔同地方，中間檢查維修嘅時間非常少，但係飛行時間就非常長。無論係維修人員定係機組人員，甚至係架飛機本身，都好容易過勞。原來事發前10個月，已經有人喺網上面警告過呢間公司嘅飛機引擎經常故障。係唔係有人決定搏到盡，為咗成本效益壓榨員工，為咗賺錢就搏會出事？事發半年後，政府打算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，認為左邊引擎雖然受損，但係其實係仲用到，不過就俾機師熄咗。罹難者家屬認為，負責調查嘅國土交通部咁啱就係管理全國機場嗰個，實際上係自己人查自己人，將責任推晒俾已經不在人世嘅機師。未調查清楚就急住下定論咁，最後有家屬衝咗入去記者會現場，記者會被迫取消。空難發生之後，先至當選總統嘅李在明走咗去重新入主青瓦台，冇親自去慕安出席1週年追悼儀式。不過佢已經係第2次代表政府道歉。而韓國國會推動組成跨黨派特別調查小組調查，本身由政府部門主導，家屬認為係自己人查自己人嘅調查委員會，改為直接向總理報告。濟州航空依然係國際線乘客量最多嘅廉航，出名 cut cost 嘅 CEO 到呢一刻都繼續係 CEO。慘劇發生1週年，的確多咗人重新關注呢件事，但係之後大家都有生活要過。不過家屬一直都冇放棄過，希望有措施真係可以防止再有咁樣嘅慘劇發生。